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初8，诗篇37篇第4节安尼讲：着了耶和华最欢喜，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予你。三角来祈祷，将阮所求的予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永活的道路，你是不变的真理，你是丰盛活命的赏赐者。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，所以阮要来报扬你奇妙的作为。因为阮若是掠你做阮的欢喜，就你要将阮的心所求的来赏赐阮。主啊，阮知你欢喜阮来敬拜你，也欢喜阮尊你最大，搁较喜爱阮来学乐甲称颂你的名。因为阮若是掠你做阮的欢喜甲所爱，你就要将阮的心所求所望的，迄个超过阮所想所爱的，来赏赐阮。因为你是听阮的天父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每一天拢掠伊做咱的欢喜，伊就要将咱的心所想的来赏赐咱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